感觉哦，其实就是还蛮顺利的一切，然后不管是跟教练或者是跟队友的相处都还不错啊。对，然后比起比赛，然后就还蛮适应，然后习惯这种生活。差别在哪里哦？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要离开台北吧，到彰化，然后生活的那种圈都是在彰化，不管是练球啊，或者是生活起居，对啊，这方面是还一开始是有点难适应，不过现在是还 OK 了。对，我觉得等到比赛之后，然后跟球迷有一些比较近距离的互动之后，开始应该会比较有那种认同感，因为现在生活中只有跟球员、跟我们队友，然后跟教练这样一起生活而已，所以对，其实我跟那个像敏哥、磊哥他们都还蛮熟的，因为之前在中华队的时候就已经合作过了，然后我们也刚好都住同一层，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都会一起去吃啊，对吧？气氛很好，再加上教练其实也是蛮注重在球场上的能量跟气氛这方面，所以他有时候会在旁边就是叮咛我们，就是要拿出一些精神啊，然后就是在练球之后更有精神、更有活力一点这样。期望当然希望我们新的球员加入可以带给球队更多的帮助，然后可以帮助球队走得更远，至少要比上季跟就是走得更远这样，然后看可不可以达到我们大家所要的那种目标吧。宝岛梦想家直播赛事，请锁定 Now News。